师傅替你采办东西，要我在家等你回来。师妹，恭喜你啦！阿尼姑，我离家绣花已经1年，家里都很你啦。如今师妹回来，我该回家了。什么？师兄，你要走了？你不在家，我已请过满师酒了。只等你回来，师傅有人照看，我便要动身回家去了。阿尼姑，离家1年3年多，送来连他真功夫，弟弟爱你贴心多，你也听你郎这夫妇，有师兄挂着我来看一定买他家师妹，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佳节，祝阿哥生不起好东西。那这朵紫花略表心意。哎呀，多谢师兄。请示佛长，我要走了。阿尼姑，那这里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呐。啊！你给我做了一双信啊！多谢师妹。让我先穿上试试，看阿姐花姐妈。阿尼姑，这上阿是与过去这一种的不一样，啥要穿它？现在以后一件哪一件？阿尼姑。虽然与你做神仙，师兄你回家去趁早，趁早扬眉报事情。过去嫂嫂没太心安，这啥全都
到这一天，要等到5年5月里，师兄早已做了受你御好，必能早早出了心啊，是一个好嫂嫂。好好好，师妹说的是的，我以你便是。尼姑，他们这是做什么？闻听人言，朝中出了奸人，到处菩萨众脸。哎，天下又要大乱了，你快回家去吧，在家要多加小心啊！哎。不哭，哎呀，可孩子都无为了呀，真是天底下几这么狠心的爹娘啊！不哭啊，听我不哭。咦，锦书啊，师叔。妻儿心无在，我那家族生，我为他目标，岂得开书城呀？他是休息的，一把金锁。不哭，因我遭难，杀亲生。你这个哭呀哭叫我怎么办呢？
明月啊明月，你好无度也，既然因你有孤君，既是不久怎为人？终日我们有小子到被托孤，几多人爸爸呀！女儿，你到哪里去？我三女儿明月姑娘今天办喜日，你这个做说的，还不快去帮忙？我看你呀，又做婶婶，又做红娘，哼，太辛苦了。你这算什么话？大不从小把你抚养成人，你我成亲之时，还为我们起下一大笔法，死去轮到这女儿办喜日，你反倒把子不过。这么良心，哼！妇道人家，你懂些什么？哎，我劝你呀，今天他那里还是不去的好啊。他人弟弟也有错，为我万不为家国。昨日花就到门前大包交通，随着四妹啊，你不，你师父为你拆完东西，路过我家，我把单子协调回来了，师父谁就到。哎呀！四妹，这是明月，明月，弟弟，弟弟，明月，弟弟，你怎么到这么早才回来呀？明月，弟弟知道你等去了，不要急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弟弟，弟弟，女儿已经紧要之日，要与弟弟商量。大哥，大哥，来了！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快来看！弟弟，快去看一看！有阿姨在什么？他送上当代娶你，他娶你。季老爷，大伯，这是辛苦一家的季老爷，亲家路上辛苦了，你请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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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哥。今夜与我共过，还把欧当地早领请来小孽种叫他来。爷，我都被弄糊涂了。今夜我们这里面正在办喜日，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？今夜
这铁匠不足，只有我与女儿两口人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呵呵，是，哎，弟妹，为人不足亏心事，不怕帮牙鬼敲门，他不信，让他们死。我怎么与你们与不行？小孽种，你害我进得好苦啊！今夜在此并非道的骑马出生，这谁家的孩子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来呀，我看了。在这里面的，他是你的什么人？看到是他带着明年的亲生。我比真他家的王花闺女，哪里来的孩子？自己李玉家原是子娘许花，好啊，许花许出私生子来了。呸！简不是谁？他马了。平生吧，谁苦作证？谁苦作证？我苦作证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安女。安女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师父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管担保，我管担保。你用什么来担保？我就用我家当家族一个命来担保。来呀，将他逮罪，严加问问，凡有虚假，一同死罪。是阿女，来呀，小子来围棋，立班进我跳围棋。七家爷，七家，你呸！弟啊，弟弟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呀，弟弟啊，
二叔公，哼，谁是你的二叔公？为了你，我挨了当，又犯了立正之责。你这个害人的养种，说什么的？啊！你尽管应对，小杂种，我饶不了你们，等着捆吧！宝儿，你回来啦！你看你一梦死破了，啊，是也弄到了。这里呢，我遇到自己老兵，你在梦幻中是这么多士兵，妈妈，我不要这治疗，不许那么说啊！一定是你不用功，何必在顽皮杂物？谁说我不用功？谁说我顽皮杂物？妈，怎么为农人这个样子呢？喏，他是孙子，你怎么哭了？宝儿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还不快快讲嘞！妈妈，好比眼醉为病无根基，可是你坚强的兵。本妈妈儿的祖宗姓什么？本妈妈儿的弟弟在哪里？他为我无问罪，我比宝儿心更急，只盼夜梦开做人，苦等8年无消息，应情要向宝儿讲。他个俩女儿在屋去，我还是拿出金珠讲故事，讲了故事真的宝儿，来，妈妈请你讲一个禁书的故事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这禁书是什么呀？讲啊，这禁书是亚暖人送的坏东西啊！你给我再说一句，人家都是这样说的。别人此下一空人，宝儿愿我叹息。
三错啊，只恨是他太无情。门外是谁呀？四妹，阿尼姑，你又来这人啊？叔叔，叔叔来了！叔叔，你挑的是啥东西？送上一袋。叔叔真好。好什么？当天叮当响，穷得响叮当。喏，那个冰啊，真香！妈妈，我去烤口点，请你吃啊！宝儿，宝儿，四妹，阿尼姑。你又来了啊，四妹，如今是新年长了大年了，正比隔着块上的老天还难受。什么事？什么？要是我讲错了，你可不要笑我啊！不想你啊。四妹，我把子带来了。阿尼姑，你这是何意？四妹，你当过两家亲，四妹我不老记性。为我不听美心胸从不父亲太今日对啊长城来自传自万来路上赶，连来姑姑心无人，劝你走。
我妹，往来终到人年人，讨梦姊妹不言弃，听得要帮忘掉心，门前铁塔红芳喜，师兄师妹两联姻，从今两不苦三一起要，两肩合力担前进。阿弥陀弟弟闻见我烈日来，他不丫头我人边，金锁不开门不开，我婆娘不亲不把做心人。姊妹起烈日圆，阿牛起圆叫为生，他的娘再不三年地上门，跟你山东有三层，山东三层容易过，这年不见太夫人，这年在我云中啊花根，我愿心。你又开门，你又不开门，谁？是我，我靠开门呀！是二岁，二岁，你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儿子怎么？哎，这个杀气到底，他家里此事帮着你，别穿着官服，将他抓去从军，到苦边去了。啊！不要进去！李月，你就快到镇去吧。那个上天黑的东西，都要有个名字，有叫你怎么？北京起哟！是啊，李月，快点抱儿到镇去吧。叫不出人来，那只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唉，是非罪与了风声，放他到罪地。是我啊，你害死了大嫂，又将你亲生女儿卖进长门，情理难容。你为了我的他子，杀得我呼起来，将你也埋了。快救人呐！快救人呐！
边可有人吗？你可是这家族人？啊，真是。哦，我叫柳儿。当年你家那位姑娘，姑娘啊，在那风雨夜中，这姑娘正在门前收养了一个婴儿啊，这婴儿乃是我柳家之儿。你们是当年我家老爷被奸人陷害，如今若一平方，光复一品，我们是做人来迎接少公子为夫娶的啊！哎呀，老爷夫人，我柳儿等着你们好苦啊！夸夸亲亲，有话慢慢讲来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那一年我这女儿求回你家少公子，被恶人发现灭告官府，我这女儿抱着少公子四次逃奔，可怜我阿姑被官兵打得吐血身亡，我儿妻被别人家丧生了。你们一家被我孩儿牵连苦了。到了少公子8岁那年，富春江上山洪爆发，我这女儿你家少公子不应双双落水，被大浪卷走。你还怎讲？葬身水底了。我那苦命的这女儿刘恩公，难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，下官对我儿向恩公一拜。不管啊，老爷，我柳儿为报忠良之儿，谁家不能亡，绝无怨言。刘恩公，下官若要你一同上京，3日定算报具于你，不知恩公可愿同往？多谢老爷夫人。四太讨口水喝喝，四周稍等啊。谢谢四太，阿弥陀佛。有大人不服百事，堂堂南下，院内院外，小心伺候，否则也啊！
唐员公今曾开口去世，老夫受命自考，一介人才，因蒙王上洪之请帝，恭喜了。也分此番称为节帝，金榜题名，全当刘大人教恩。哈哈哈哈哈！言气。言气年少若遇方，待我恨也去行。若比成长情丝若好中西的一动两。好像是他，莫非他改名换姓，不忠公你恩公何事？老爷，王大人、张大人在下死亡而见，知道了。言妻，你却赫然早熟，陈言哪里？老爷，此后刘大人去往何道，请老夫人陪老夫暂备贵客。是刘大人，请儿子也分高抬。拜见老夫人。唐员公免礼。您便这位唐员啊，自带相隔条房，他与老爷年少时英勇秀茂，一不对呀。老夫人两眼侧等将我放，看得我连梦心跳安住啊。我本是被人唾骂的子分子，明得令他见人不忘，为求功名尽考当，我改名换姓，谎报家乡。莫非他等称我是冒名人？他是他如此孤单要找我家。唐员公启用他，老夫人请。唐员公今年贵庚多少？虚度年华，108岁。
给他把谁？我这张员工爹娘可好？假日何方？老夫人。这大罪，定于你样聪明，一样英俊，一样清明，脾气大，怪我家儿发自己。是老夫人，哦是老医生，小姐她，不算是冤家小六宝，司机他雷厉万幸，谎报家门，做了推命错冤，这便是何事？好，张员公以下时候也分多谋老夫人的此恩此德，永记心为。是之分嘞，张员公是已原了。老夫人欢迎他日也分到国王的，还是先为家去叮咛母亲。张员公真是个有才有德的小子。是啊，婚姻大事理当听从父母之命啊！你母亲言在何方？母亲今日在大清山下自作安坐。大清山下自作安？是他。是他，今日解放之中，可竟在那边开阔的消息，报带进张铁郎，那上面可有我宝儿的名字？我已仔细看过3遍。哎呀，但是有个3头2多，随我怎么向他爹娘交代呀？我的趁早去找他回来。他不在这里。呵呵。
身体的不平。哎呀，这事情受当不起。老夫人也偏心你，大声不必推打。老夫人还要你长女服众你。我们夫人也偏好你，可惜我还要去寻找我那仅仅富好的儿子，不能在此久留。呀，这倒巧了，我家老爷乃是自考大人，打算要问上请赴考的公子，就老爷一大名册便可知道了。你家老爷？大神放心，我家老爷是个高乎重量，老夫人是个不识心肠，对我们可好了。你看我家小姐虽是美女，可比亲生女儿还要亲你。小姐女儿呢，并非老夫人所生，老夫人的亲生儿子从小就丢了了。恰是为何？18年前，老爷夫人被奸人引来，亡命途中是个将高莫月的小公子，就在那父亲家中。老爷复官之后，争取当地人民公子，可惜他早就不在了。莫非就是他？大婶，你是怎么？大婶，我看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。陈爷姑娘，老夫人对我人好，无以报答，我想送他一副绣架。这副绣架乃是我花了18年心血修成。那好啊，你快点起来，我去请老夫人。想不到他没被烧死，反倒进了相府，这下完了。这便是我是好，这，世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原来是你啊！亲人莫信上，这人到自己手上来了。哎呀，女饶了我吧！哦，我这里有啊，请把你与你对半分了。少如此，我且问你的母子被你逼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在相府之中。那好，前面带路吧。看你往哪里走！
人，孩子是在叫你呢。哦，叫你母亲。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恩人、夫人、幼儿，夸夸当当，请吧。母亲，总以为今生再难相见，谁知若去不来，系统天降啊！是啊，今日乃是山西临门，已当和不动去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爷、夫人、宝儿，恭喜你们一家过着妥去，无福无边。18年来，也在我心上的千金责任，总算放下了。如今我身体已经复原，我该走了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宝儿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恩人，这怎么是的？恩人，从今之后，你我就知道亲姐妹一般，同在福中，共享天人之乐。夫人美意，我心里了。恩人，母亲。宝儿，你可记得杨柳村边还有我爹爹的坟墓？我已有10年必须上坟了。还有我那可怜的女儿，也不知她已经生在你就把我走了吧，恩人母亲。娘亲
生心血全有人情，娘呀娘，我不是你生情深。请令太夫人有人送来一件东西。